大家好，即摆要讲的即个字有3个读音，伊的文读是强，强，白读音呢是港，甲港，汉语拼音讲，动韵、接韵、韵会、正韵，句用切强，句用切强，说文的解释是同呀。来句咧，共同、共同，共同。那帮忙呢？三港，泉州的读音三港，郑州的读音呢小港，小港。那不同呢？漳州人一般是说某港，某港。泉州人呢是说某商，泉州人是这样说某商，漳州人是说某港。这集先讲到这点，有无啥看法？伫评论区帮我指正一下，感谢，再会。